禪密功的足基功自成體系，又層次分明，是一整套得氣方法。健康人欲治病於未然，可練足基功，進而全面斷。有人因為自身不宜入靜和活動受限，或者客觀的環境不佳和時間短缺，只能操練禪密功足基功。實踐證明，這些人由原來的以醫藥為主，臥床療養，到後來又站起來重新踏上工作崗位，這都在說明禪密功足基功是行之有效的，有其獨到之處。眾多人反映，學練禪密功3-5日就有氣感，其原因是先學練了足基功。由於首先很找足基功夫，即得氣方法的斷，所以還沒有發現誰患了出偏症。功法從迅速得氣的練功方法，行之有效的足基功夫，談變化萬千，一勞永逸的足基功。本部功法有剪為中、鬆密豎、3-7分力、3點一線弧4動、湧動、扭動、擺動和蠕動及其逐漸擴展和深化的，有履及表、內外相合、閃水觀賞、攝本歸舟等。